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宜兰的东山，当地当日起一间庙叫做朱姐祖宫，下摆是要拜保生大帝。也毋过这间庙是讲起伫个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，属于违建。县政府已经开单开几啊届，佮命令停工，佮甲地主移送法办，但是地主无咧信道，这个庙是继续来起。县政府看袂做哩，今仔日是强制来拆除。原来这间庙的地主叫做萧慧文，政商的关系真好，甲纳入的高层拢有交情，莫怪无咧惊半人。怪手里拆厝，宜兰县政府派出重机具拆违章的建筑，拆的是占地2000多平东山朱姐祖宫。冇卡啦，但是过到啦，先过讲过啦，那先过你知无？信徒跪涂骹，目睭金金看信仰中心被拆，真激动。宜兰东山朱姐祖宫本来要起新庙，要过使用的土地是农牧用地。被判定是违章建筑，就爱拆。现场原件伫遐顾，就惊讲有信众冲入去。庙方搁伫遐跋杯讲新明无想要走，希望讲会使尽量减拆。其实这间2000平公庙早就被认定是违建。2020年7月，和平重检举，8月依照建筑法上班。今年11月，故意区域计划法罚2摆，总共60万。地主犹原无改善。2022年，县政府通知强制拆除，到今年法院判伊6个月有期徒刑，加罪3档。再起总算怪手塞入来，强制拆掉。因为业者防法几啊摆，却继续动工，甚至搁为做时间的故事摆啊伫开工。这个据了解，坚持要起庙地主萧慧文，政商关系真好。捌做过桃园航空城发展协会副理事长，以及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做桃园市长时阵的顾问。宜兰县长林祖苗嘛甲聘做县政顾问，不过敢若就是因为违建的争议，最后被撤销顾问的身份。那宜兰县政府一切都依法行政。县政府表示讲，因为年度拆除的经费干119万，会先拆除建物的主结构，会继续监督庙方进行后续的拆除作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